嚟到2026年，屬龍嘅朋友，馬年嘅整體運勢係比較平穩嘅，係保守發展嘅一年，會有一個吉星幫我哋解決問題。呢個呢就係天解星，代表住凡事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，總有解決嘅辦法幫我哋渡過難關。咁同時馬年會有4個凶星要稍為注意一下嘅。第一個係寡宿，會莫名令到你有一個孤獨感而影響到心情，特別係女性嘅朋友。單身嘅朋友呢，平時就要可以多啲約閨蜜下午茶啦，唔好自己一個人胡思亂想。而有伴侶嘅朋友亦都可以去旅遊，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嘅甜蜜時光。第二係吊客，代表家宅健康問題可能會有白事嘅出現。仲有天狗，代表小人是非、官非口角。月煞會令到事情嘅進度出現咗少少嘅阻滯。咁好彩我哋會有天解星護體，所以以上嘅呢啲問題影響都係唔大嘅。整體嚟講，屬龍嘅朋友喺馬年呢，可能會有唔少嘅瑣碎嘅麻煩事，而影響到自己嘅心情。在凡事都可以解決得到，記得要主動調整好自己嘅情緒再出發，同時要多啲關注屋企老人家嘅身體健康。立春前後呢，就要將屋企嘅各個位置佈置好。我哋會不定期分享各種乾貨，帶大家唔走彎路。祝屬龍嘅朋友馬年順風順水，萬事大吉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